头前个老师来跳，这是中华路龙社公益慈善会举办的活动，而且阁免钱替时代加头毛，除了替时代换新的造型，嘛捐爱心物资。过年拢加头毛嘛，然后像袜子就是穿个烧哦，一寡食的哦，大家一个正一个好过年的象征而已。当期拢有来关心林景林福利协会时代慈善会，伫即马本土疫情扩大，惊时代人无方便出门买物件嘛，提供实际帮助。让他们不用说哦，在外面啊，还要担心说出去买东西什么啊，我们就直接把物资有没有拿过来给他们。因嘛是讲，因讲继续，因有机会，拢会继续甲咱斗相共，甲咱照顾。看到时代人这样活力，慈善会嘛讲会邀请更较侪人做伙来关心和照顾中寮偏乡的时代。